Day6 VIP 係點樣嘅體驗？上個禮拜去咗亞博睇 Day6 演唱會，原來對上一次嚟已經係10年前睇 BigBang 嘅時候。今次膽粗粗未有飛就衝咗入去會場先，成功痛宰黃牛，減價買到 VIP 飛，趕得切入去睇個 sound check，拎咗個 VIP pass 掛下，滿足下虛榮心。入到去發現原來就坐喺個台隔離，正叫做有3首歌聽下，可以話係 show 前熱下身咁啦。好快正式開場，開場由大合唱做引入，但係啲字幕可唔可以唔好咁搞笑？坐滿人係真係好 feel 啲，中間都唱咗好多聽開嘅歌，有 Letting Go、I Like You、Zombie、Love Me or Leave Me、Happy、Meltdown。上年出嘅 Dream Bus 同埋 Inside Out 都有。特別推薦令我真正入坑嘅 You Were Beautiful。Yoon-K、元拔同盛振把聲真係冇得輸，不愧係 K-pop 嘅靚聲代表。唔經唔覺都聽咗佢哋10年有多，講緊係未出道已經有聽佢哋，由6個到5個，再到而家4個。希望佢哋唔好再少任何人啦。唱下唱下3個鐘就過去，散 band 之前成員都有行過嚟伸展台同大家揮手。全晚最值回票價就係呢個 moment 啦，超勁緊，場 show overall 感覺都唔錯，但中意佢哋抒情歌嘅我就有一半嘅歌唔係話太熟，有點兒可惜。唉，最後都要呻翻2句，阿叔老了，受唔到咁澎湃嘅音量，喺度要悼念我被鼓聲震爛嘅耳膜。Shout out to 杜雲老師。